来，这个后礼拜就要开学咯。台南的善华国小今仔日办理着1年啊新生迎新的活动，伫学校的门口来布置着动画电影，甲四小的这个迎接门，来迎接着50外个小朋友，搁来设计着闯关的游戏，互小朋友会当来认捌着校园。 台南善华国小伫9月正式开学进前，办理国小1年级小朋友迎新活动。伫大门口嘛布置小小兵和气球风车，搁有四小阿伯迎接50外位小朋友来到学校读册。校长讲，为着要互1年级新的学生会使欢欢喜喜来到学校学习，所以全校老师拢真用心布置，而且透过成功文化号召和闯关游戏，互囡仔了解到学校读册爱遵守的代志。 我们的所有的关卡都是环绕着对小朋友有帮助的这3个善行哈。伫高中闯关游戏当中，大位老师真认真带囡仔做体验，有手工作品、非洲鼓体验、安全知识等等。尤其伫教室走廊，教囡仔爱一步一步豆豆行，莫用走的，爱注意家己的安全。老师教你走路要怎么走？慢慢走。 善华国小家长会为着迎接1年级新的学生，马上每一位囡仔应用午餐的工具等等，搁有在地庆安宫马上学生各种文具和假棒，要互囡仔来做防疫使用。